了后，这个公家的地，我甲因讲哦，互阮来利用好无？伊家拢怪。咱中华市发动到这个中央敬老礼金吼，伊就讲这礼拜咱共同是闹翻，结果呢叫骂到我们臭头的，大家拢敲定来咧，咱的县东部、北方东部，甚至这时代大家遮哦，直直骂讲啥那去年哦369，60岁以上发3000，80岁以上发6000，90岁发9000，啥那今年甲缩水全部拢变1000，所以呢，这时代直直讲非常非常的不懂。县政府王县长将因的钱呢，甲因这个念去吼。虽然县政府无钱，咱知影，但是作为县长、首长，就是安尼，爱认真去开发资源，增加财库，这是呢这个做一个首长应该有的态度。袂使一竿竿咧发讲无钱，当就无做哦。什么晚会没、灯会没，什么都没，互民众讲真倒霉。我想这是无应该有的态度，所以我建议王县长吼，爱积极开发资源，恢复这个士大人的这个中央敬老礼金，互因会当呢这个每一年中央节哦，甲配合咱中华市过年时拢发这个6000块的春节敬老礼金，互这个时代吼伫个人生伫个这个晚年的时阵，会当欢喜过生，快乐乐食百里。6000是感觉足欢喜啊！今年差5000呢，拢说了，沿路行沿路错的，要安怎到法度？这以前通过前阵时个咱怀疑，这应该嘛爱留意，当时安尼，我希望这民进党有机会带头啦，抗议啦，然后我一定怎么？嘛讲吼，咱爱做对的代志啦吼，莫每一届若拄着选举，吼，就把一些问题又凸显出来，吼，我很希望说，台湾呢。在平稳中在稳定中求发展。咱卖讲政策只要遇到政治的转弯，我觉得这个不是老百姓支持。监督预算是阮议员来去接当然呢，若是社会福利要支持，阮嘛一定的来支持。但是上重咱爱知影讲资源是不是稳准那么369呢，这是咱。顶届咱魏县长的政见，伊的政见伫去年度369若要发，去年度预算都要编足，但是去年度的预算才编，照讲要应该编8亿外，伊才编7亿外尔，所以显然预算也不足。过来中低收入户，这个预算嘛不足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议会站在监督的立场。当然希望用排富，我们不希望再有子孙，因为咱中华县即嘛已经负债420多亿。如果这个福利政策再不排富的话，咱的法定预算就是咱本来中低收入户，因领袂到这个社会福利，应该爱照顾的，但都照顾袂到，所以我们希望是排富。对方不希望再有子孙，我相信讲咱的时代无希望讲咱摕孙仔的钱来进行摕阿公开，然后连工呢，这债才互孙仔来还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彰化县议会所有的议员我们都非常的坚持，希望说咱在不负债的情况之下，不要再有子孙的情况之下，咱会当呢做长期照顾咱老人福利，而且。卖讲3天晒网，3天抓鱼5天晒网啦，咱希望是这个福利政策是能够长期而且是稳定的来照顾咱的时代，安尼。